东森新闻高雄报道。好，刚刚你也听到了，达赖一直说 no no no， 表示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治疗的药物，这是一种保健成分而已。但其实呢，达赖喇嘛昨天送给这个罹患癌症妇人的药丸，东森新闻进一步的追踪之后，发现应该呢就是所谓藏传佛教当中的一种甘露丸。我们看到呢，这种非常珍贵的甘露丸哦，它是使用来自喜马拉雅山上的药草跟高僧舍利，然后一起磨成粉，经过喇嘛诵经加持之后所制作而成的。但是呢，喇嘛也强调了，甘露丸不是药，比较像是密宗方面的法物，吃下去之后呢，据说可以消灾解厄。不过真正来自西藏的药，其实在台湾是非常少见的。这就是东森新闻的独家镜头。这丸林克克呢，就是达赖喇嘛送给癌症妇人的西藏甘露丸。因为藏传佛教的派别不一样，做出来的甘露丸大小颜色也会不一样，但就属达赖喇嘛的甘露丸最珍贵，因为它是观音菩萨的化身，所以它的这个甘露丸是非常殊胜。以我们藏族人来说的话，这个是根本就得不到的。达赖是观音菩萨转世，果然不一样。不过其他的派别仁波切也会做甘露丸，但制作的过程通通不简单。在诵经声中，喇嘛会把一个大锅放到寺庙中央，然后把喜马拉雅山区特有的药草，还有得到高僧的舍利子以及法器磨成粉一起倒入锅中。经过7天7夜的受精后，才能制成甘露丸，直接吃或泡水吃都可以。如果我们出来弘法的时候，为什么拿甘露丸送给人家呢？因为就是很多的众生在这个轮回的苦海当中没有办法得到佛法，所以我们去送他一个甘露丸，也是消除了他的很多的业障。仁波切强调，甘露丸不是药，比较像是藏传佛教中的法物，因为这两种才是真正的西藏药物。像是仁波切拿起来闻的叫做卡查尔，一天闻3次可以增强抵抗力，而黑色药丸则叫人气朗破歌诀，吃下去也能增强抵抗力。两种药物都是用西藏当地的药草制成，所以在台湾相当少见。不过这些药物都没有经过卫生单位的验证，是否真有疗效还是问号。但对于信仰者来说，治疗心灵的功效绝对大过于治疗肉体的疗效。东森新闻主播林奕勋台北报道。好，这里也提醒您哦，真的生病的话，还是记得要去看医生。不过接下来呢，我们要